宜灣蔡秋蘭在中立村將對7月丹拿斯風台造成7個社料理災情嚴重，感謝市府第一時間的整合中央甲地方資源，優先完成社料社區600公尺堤防加關加青山港沙洲的搶修工程，為中強調這擺風台清晰有驚到好佳在無危險，所以進一步希望被風台衝出破口的沙洲加沿海社區。一定要徹底防護。即馬就是講，你接下來是不是要安怎來到位，把這個口要安怎來全面維護成功啦？是，要安怎？是迄個7月15議長有來嘛吼，議長你嘛有到嘛，議長一直在督促市長有甲議長卓院長爭取到17.6億元，17.6億元就是講咱10.2億元是要做沙作會議。沙作會這10.2億元中央會來處理，那其他的講咱在做防潮閘啦，做這個3道防線啥，這攏會做，這市長有交辦啦。即馬嘛咧設計啊，我甲議長報告，你做關心的，市長有特別甲我交代，講一定要緊做。因為市長有討論經費，我就敢做啊嘛，所以即馬等咧設計安尼。宜灣對啦關心滴水工程面對西港173線跨過一個到麻豆正厝寮的跨閘門溪橋建設，以及興建南41線嘉里西港段等進度究竟如何？嘛要求干務局回應。對此，局長表示，173線跨閘門溪橋中央已經核定54億，目前已經有2億規劃設計費正積極進行，希望因應南科快速發展的交通需求。台南新聞，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。